国家语言发展法敢无路用？张福柱。报纸讲，台大合作社进前开会有决议，日后理事会会议以国语作为交流语言。所拜7月30迄天，有人伫理事会开会时讲台语，互会议主席呛声讲：“你没有资格发言，甲请你闭嘴。”甚至个拍倒啊大声话讲：“你不要说话。”结果引起7个台大学生组织不满甲抗议。这若是事实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！经过2个外来政权，日本国甲中国国民党统治压迫，台湾本土语言已经互联合国列作濒临死亡语言，会当讲佫存无30年的性命。30多年来，无转型正义的民主化，有加减互台湾人开始会晓要尊重甲欣赏无共语言文化的特色、优美甲价值。这是人类历史足了不起的典范成绩。真侪世界的朋友拢学了甲答记，特别是去年年底咱阁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规定所有的国家语言地位平等，袂当有歧视。想袂到别人的俄罗声还伫咱耳孔内底响，大概就随甲台湾扇嘴皮，甲世界泼冰水。规定开会简单会当用华语，意思是国家语言发展法算啥物？恁爸就是袂瘾向你，无你要安怎？看起来立委头壳爱摸咧烧啊！当初立法无写着处罚条款，互法律变做一只无喙齿的台湾虎，袂加人。即马拄着问题啊！请问，安尼的立法敢是要互人看爽的？